我哋學校有一個設備完善嘅小廚房，唔知小學又係點呢？等我哋訪問一下楊校長先。校長，小學嘅午餐有乜嘢食啊？好開心可以喺小學體驗唔同嘅活動，原來小學都好重視健康生活，除咗有提供健康飲食之外，都有唔同嘅運動去強健身體。我哋同爸爸媽媽一齊去爬龍舟，認識中國傳統文化。我哋學識咗爬龍舟嘅技巧，又可以享受親子時光。透過同社區唔同嘅人接觸，可以開闊視野。我哋學識咗尊重他人，培養良好嘅品格，發揮德育及公民教育嘅精神。